好，繼續講立志。如果你睇到呢個影片，你唔係食齋嘅人，你唔係信佛嘅人，呢、個影片可能就好大機會就唔啱你嘅。除非好特別啦。好，咁繼續講立志呢一樣嘢。我哋生活咪有好多嘅麻煩，好多嘅困擾嘅。我自己返工都，我之前返麵包鋪，一間比較忙嘅麵包鋪，都做到我好攰。攰嘅原因就係好多煩惱。你話腰痛啊、手痛啊、腳軟啊，呢啲都係問題。不過最大問題都係個心嘅煩惱。如果話我要學啲乜嘢，即係可以喺烘焙上面、喺麵包上面學到啲乜嘢，先至改善到你嘅工作待遇。呢個問題都容易解答。呢個就係因為而家線上好多課程嘛，咁線下都有好多課程。主要線上係好多課程可以選擇，咁你有心去學，有心去跟嘅話，你一定可以提升到自己技能。咁呢個係技能層面嘅嘢，其實就唔難嘅。你肯俾錢，你就學到啲技能，跟住你睇下就可唔可以改善自己嘅工作待遇啊、工作條件啊。但係我哋我哋嘅問題唔單單係嗰度，最大嘅問題就係你會有煩惱，統稱概括啲嚟講就係貪嗔痴，闊啲嚟講就係八苦。八苦係乜嘢？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五陰熾盛。所以我哋要本身有一個基礎先得，否則就係你腳趾痛又醫腳趾，手指痛就醫手指，有無量嘅問題。所以最緊要就係你有嗰個當修嗰個淨土法門嘅時候，你有嗰個根基喺度。個根基就係世尊所講嘅淨業第一福。淨業第一福係孝養父母、奉事師長、慈心不殺、修十善業。咁我哋呢度專講係修十善，就係叫你身口意都唔好做惡業，身口意都唔好做惡業。喺工作上啊，最容易嗰種惡業就係口業，或者係怨恨、恨意、發親。如果你本身你知道，本身你有去讀因果嘅書籍，例如話《安氏全書》，例如話嗰位例如話太上感應篇、會篇呢啲因果嘅書，你睇得多嘅話，你就知道有每一種德行都有佢嘅福報。例如話你布施得多，你就會下世就富有；你禮敬三寶嘅話，就會受人尊敬；你戒殺嘅話，愛惜物命嘅話，就長壽。咁呢啲就係因，有嗰個因，所以有嗰個果。所以個基礎係印光大師成日都講係，如果要救世啊，
要呢個世界會恢復翻太平，第一係要知道要實行呢個因果嘅道理，有因必有果，有善因就有善果，有惡因就有惡果。第二就係講家庭嗰個責任嘅實踐，家庭教育。家庭教育同埋家庭責任係同一樣嘢。如果你真係重視家庭嘅教育嘅話，就係會盡你嘅責任。咁你講你家庭嘅責任，其實都係講緊教育，都係換一種講法啫，都係講緊家庭嘅責任。跟住就係要信願念佛，求生極樂世界。喺因果嗰個層面啦，信得深嘅話，你知道咁樣做，發呢個怒，發呢個脾氣，講呢句難聽嘅説話，傷害到人哋，你就一定將來受一個傷，自己受到傷害。若然你每一句説話，你都知道佢嘅後果，咁你喺嗰一刻，你就可以決定究竟係點樣要消除佢呢，還是增長佢。所以如果你個基礎係喺度嘅話，其他問題就好自然就會消滅。如果唔係消滅嘅話，都係慢慢咁消失。所以個立志嗰樣嘢就係有個基礎喺度嘅話，你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，你將來要想有點樣嘅結果，你以呢個因果報應作為基礎，作為你自己嗰個做人做事嘅核心嘅話，之後你嘅生活就隨之而改變。最大嘅問題就係你立志，你能唔能夠立志？